讲到这台中的红坑牧场，顶个月底爆出着禽流感，这省份的业者呢，唔那涉嫌暗砍疫情，搁伫咧台中的暗场含苗的后人一大私人土地，甲这个死鸡仔带起来，总共带1700多只。啊，那台中的检方约谈这省份的业者，啊，搁两个员工，甚至是苗的后人的地主，也拢找来问话。先后是依照涉嫌违反废清法，向台中地方法院申请羁押禁见。法院在今仔日裁定，这业者羁押禁见，地主呢是20万交保，限制住期。铁幕场的外口有封锁线，另外还有台中市动保处的人员在警戒。台中丰原风控铁幕场伫1月底时阵爆发禽流感确诊，但是省份的业者无照规定通报，涉嫌暗砍，佮找世间的朋友，甲死鸡仔运去苗栗后人抬起来。台中检方初二去到饲鸡场，和业者徛鸡熟悉，而且约谈涉案的人员。省份的业者和世间的地主嘛，互检方向法院来声押。台中地方法院嘛作出裁定。本院审酌原先被告跟多数的证人共同被告有利害的关系，而且他是养鸡场的负责人，其串供灭证之风险较高，那认为有羁押的必要。那原信被告的部分，准以新台币20万元拒保，并限制住居。台中市府统计，风控牧场差不多有饲7000只鸡，拢总有1773只感染死亡。业者家己讲有623只是待伫台中的案场内面，1150只是待伫苗栗。除了照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和特务法，拢总甲因罚115万。饲鸡仔嘛必须要照规定去化。台中市饲鸡仔协会表示讲，这个特务场入会资历无介长，管理方式佫需要加强。2摆甲无，甲我叫了甲2年尔，有可能就是向顶话些，唔知要安怎处理啦。主要是过场的家己环境做好就好啊。根据农业部风检署的监测，咱国的禽场对2022年11月检出第一例 H5N1 禽流感病毒以来，禽场确诊的案件加起来已经有135件。今年到1月30为止，已经有7件案例场以云林、彰化和台南这县市上济。受到 H5N1 感染的动物，呼吸道分泌物和细菌有可能有病毒。疾管署嘛呼吁民众要落实防疫。不生食蛋类或禽肉，或者这是肉制品，这一定要煮熟哈，不要说半生不熟。疾管署强调讲，为了防范动物传人的这种新型的 A 型流感出现，各地方卫生单位若是接到动物流感的疫情通报，就会开始疫调，而且帮助清场，嘛提醒民众要确保禽肉两类完全拢煮熟才食，才会误爱6脉的防疫原则。记者综合报道。